1分鐘學識免費群發信息，點擊群發信息功能，然後點擊群發信息模板，將模板加入名稱，選擇發送頻道，設定開始同結束時間，將畫面拉落去添加內容，例如季節、快閃優惠，喺下面再點擊放大鏡搜尋客人。以輸入電話搜尋客人為例子，打返公司電話做收取信息測試，喺下面將客人點擊加入發送名單，之後右上角按交叉關閉分頁。而家畫面會見到客人已經係群發名單內，最後將畫面拉返去，將啟用排程按鈕選擇啟動群發，左下角按存檔，然後返去預約時間表等待群發信息自動發出。每個信息等大概10到15秒 ，WhatsApp 會逐一向名單客人發出。打開對話視窗，立即見到群發信息內容同 Neocore 預約連結。呢個功能方便店家將優惠向現有客戶發放，無需手動。最後返去群發信息功能會見到有6tick同成功發送時間。多謝收睇，下次再介紹。